嗯，然后少见这种袋子型，然后特别来，嗯嗯，它的这个棉感觉又有点复合，它外面看起来是那种水洗的棉，里面呢是有点像那种运动裤那种太空棉的。小腿肌，嗯，我也可以，对，那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我觉得它的设计是两个头带的，这个裙摆的幅度我觉得够，对，它虽然没做太大，但是因为它的裙摆幅度够，所以你也不用怕就是走路会 K 这样子。这边是松紧的，所以对我来说还是可以的、哦。不会，就是顺顺的这样。